各位长辈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很严肃，甚至有点奇怪的问题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每天照镜子看到的那些皱纹，那种皮肤松弛、暗沉的感觉，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缺了什么昂贵的化妆品，也不是因为你老了就该这样，而是因为你的餐桌上少了一种非常关键的东西。你会相信吗？很多朋友跟我抱怨说，他们买了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进口精华液，每天早晚认真擦，结果皮肤还是乾巴巴的，像枯掉的叶子一样。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各位的一个警告。如果你的身体内部没有足够的原料，就算你把全世界最好的胶原蛋白霜涂在脸上，你的皮肤也吸不进去，更无法重生。胶原蛋白不是靠擦出来的，它是你的身体长出来的。当你的饮食结构出错，你的皮肤就像一个没有地基的房子，怎么装修都会塌。所以，请大家一定要把这段影片看完，因为这关系到你未来10年的气色。在开始深入讲解之前，请帮我一个忙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你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下方的评论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觉得还好，请输入数字0。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，这对我很重要。现在，让我们揭开那个让胶原蛋白慢慢熄灭的恐怖真相，看看为什么你的保养总是没效。当了几十年的医生，我见过无数为了青春流逝而焦虑的人，特别是我们50岁、60岁以后的朋友。我常常在诊间看到一些大字，他们进来时总是带着一丝无奈，指着自己的脸对我说：益生味，什么我每天吃好睡好，皮肤还是变得像苦瓜一样，一点光泽都没有。我非常理解那种心情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中那个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自己，发现原本紧致的脸颊开始往下掉，眼角的细纹像树枝一样散开。那种感觉不只是变老，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，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失去了某种光彩。我必须告诉你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错。身为医生，我必须从生理的角度告诉大家真相。当我们步入中老年，特别是女性在更年期之后，体内的雌激素会大幅下降。雌激素就像是皮肤的建筑师，它一旦减少，负责支撑皮肤的胶原蛋白就会开始像土石流一样崩塌。这不是因为你不爱干净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保养，而是自然规律。但是请听我说，虽然规律无法改变，但我们有办法减缓它，甚至让它重新活化。很多长辈觉得老了就是老了，认命就好，这是我最心疼的地方。其实你的身体非常聪明，只要你给它正确的指令，正确的营养，它依然可以维持弹性。我不希望你用那些化学的东西去折磨自己的脸，我希望你能学会从内而外地调养。这不是为了要变得像20岁的小姑娘，而是为了让我们老得优雅，老得健康，老得有尊严。请放松心情，这不是什么大病，这只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身体的过程。我会陪着大家，一步一步找回那道属于你的温润的光亮。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，我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繁忙的城市，我们的血液就像是送货的小货车，而血管就是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。那么胶原蛋白是什么呢？胶原蛋白就是这座城市里所有建筑物的钢筋和水泥。如果钢筋锈蚀了，水泥剥落了，房子就会漏水，会倾斜。为什么很多人的胶原蛋白会掉得很快？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。这不仅是因为年纪，更因为我们在无意中做了3件伤害胶原蛋白的事。第一是沈默的发炎。
当你吃太多油炸、深加工的食物时，身体就像在到处放小火，这些小火会烧断你的胶原蛋白纤维。第二是基础营养素的匮乏，很多人只记得吃胶原蛋白粉，却忘了你的身体需要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来当焊工，没有焊工，再多材料也接不起来。第三个也是最可怕的，就是血糖的剧烈震荡，这就是我常说的糖化作用。当你摄取过多精致淀粉或甜食，血液中的糖分会去攻击胶原蛋白，让它们变得像炸前的脆面一样，一折就断。这就是为什么爱吃甜食的人，皮肤特别容易长皱纹、变黄的原因。所以，想要皮肤好，我们不能只修墙面，我们要修路，要灭火。只要路通了，血液循环好，火灭了，抗发炎，再加上正确的建筑材料，你的皮肤自然会慢慢恢复弹性。这就像养花一样，你不能只喷叶子，你得浇水在根部，土壤肥沃了，叶子自然就会绿油油的。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医学理论，这就是生命最基本的运作方式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哪些食物才是真正能帮你灭火并补强钢筋的超级工程。现在，我们进入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你的菜篮清单。这第一组食物，我称之为血液循环与基础建设组。他们的工作就是把马路修好，让营养能送到你的皮肤细胞。第一位大将是甜菜根，我喜欢称它为血管的清道夫。甜菜根含有丰富的硝酸盐，进到体内会变成一氧化氮，帮你把血管扩张开来。血管通了，红血球这台小货车才能载注氧气和营养，到达你脸上最细微的毛细血管。当你发现喝了甜菜根汁一段时间后，气色变得比较红润，不再是苍白的病态，那就是血管在呼吸了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把甜菜根蒸熟了，切块拌一点橄榄油吃，或者跟苹果一起打汁，这是最自然的腮红。第二位是红萝卜，它是我们皮肤的守护盾牌。红萝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成维生素 A， 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A， 皮肤会变得很粗糙，像砂纸一样。维生素 A 能帮助老旧角质代谢，让新生的带有水分的细胞长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它是在帮你的皮肤做微装修。记得红萝卜一定要加一点油去炒，或者跟排骨一起炖，因为它是脂溶性的，有油脂才能被身体吸收。第三位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大蒜。大蒜是胶原蛋白的保护所，它含有一种叫硫化合物的成分，能防止胶原蛋白被体内的酵素分解掉，就像你在刚漆好的墙面上涂了一层保护漆。而且大蒜能增强免疫力，减少我刚才说的沈默的发炎。很多长辈怕大蒜的味道，其实你可以把它切碎后放个10分钟，让它的活性成分产生后，再下锅快炒，或者直接做成醋蒜，每天吃2瓣，这对血管和皮肤都非常有益。这3样食物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但在医学眼光里，它们就是最廉价也最有效的口服保养品。请记住，不是吃得多就有用，而是要吃得对。先打好地基，路通了，保护漆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加入的营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如果说第一组食物是修路，那么这第2组食物就是消防队，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个杀死胶原蛋白的隐形杀手发炎。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我有一位住在台北的病人，林太太，今年55岁。她刚来找我时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憔悴，皮肤灰暗不说，还常常觉得这里痛那里酸。她说她试过各种高档的抗老餐，但都没效果。后来我发现她的饮食中严重缺乏抗发炎的食材，导致身体长期处于高度氧化压力下，胶原蛋白烧得前干净净。我建议她开始摄取这3样东西：生姜、韭菜和洋葱。
生姜是天然的强效止痛药与抗发炎剂，它能抑制体内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。我告诉林太太，每天早上泡一杯温温的生姜水，不加糖，慢慢喝。生姜不仅让她身体暖起来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她的皮肤减少了发红和浮肿。再来是韭菜，它是皮肤的清道夫。韭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特殊的硫化物，能帮助肝脏排毒。肝脏干净了，你的血液才不会带有毒素，皮肤自然就会显得清透，而不是那种灼灼的黄色。最后是洋葱，我叫它细胞的防弹衣。洋葱里的胡皮素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，能直接抵御紫外线对胶原蛋白的伤害。林太太照着我的建议，把原本爱吃的含糖零食换成了这些食材入菜。半年后，她回来复诊，我真的差点认不出她。她的脸色从暗黄变成了有质感的透亮，甚至连眼神都更有神采了。她惊讶地对我说：“医生，原来吃这些是尝几块钱的东西，比几万块的医美还有效。这就是我强调的，发炎是胶原蛋白的沈墨刽子手。当你吃进去的是垃圾，你的皮肤就是垃圾桶。当你吃进去的是这些天然的消炎药，你的皮肤就是一座充满生机的花园。”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抗衰老的第一步，永远是先停止伤害，先灭火。不要小看这些辛香料，它们才是你餐桌上的真正药方。很多朋友为了怕胖、怕血糖高，这不敢吃，那不敢吃，特别是淀粉类。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医学观念，如果你完全不吃淀粉，你的皮肤会老得非常快，变得像浅瘪的橘子皮一样。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三组食物，让你皮肤有弹性、有光泽的能量来源。首先是有颜色的马铃薯，比如紫马铃薯或红皮马铃薯。它们不只是淀粉，更含有大量的花青素。花青素是皮肤胶原蛋白的增强剂，它能支撑起纤维结构，让皮肤看起来饱满。很多长辈说吃马铃薯会胖，那是因为你吃的是薯条或加了太多奶油的马铃薯泥。如果你是带皮蒸熟吃，它是非常棒的营养来源。接着是地瓜，地瓜是天然的维生素 A 库，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稳定血糖。刚才我们说过，血糖忽高忽低会断裂胶原蛋白。地瓜这种复合性碳水化合物能缓慢提供能量，让你的胶原蛋白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下生长。它还含有粘液蛋白，这是一种能保持呼吸道、消化道和关节润滑的物质，对皮肤的锁水能力也有极大帮助。最后是红椒，红椒是所有蔬菜中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的之一。大家知道吗？没有维生素 C， 你的身体根本做不出胶原蛋白。维生素 C 就像是盖房子时必须用的水，没有水，水泥砂石无法混合。红椒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，能修复被阳光晒伤的细胞。我常看到有些朋友为了减肥，晚餐只吃一点点菜，结果体重是掉了，但脸也垮了。这就是因为缺乏了高品质的碳水化合物和必要的维生素 C。皮肤需要热量来修复，需要糖分，适量的复合糖来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。所以不要再害怕这些好淀粉，只要挑选颜色鲜艳的、天然的，它们就是你皮肤最好的支撑。记得，一个健康的身体不应该是乾瘦的，而是应该带着一种健康的、水润的饱满感，这才是我们追求的长寿与美丽。在介绍完那么多超级食物后，我想特别提一个常被大家遗忘，但在我们台湾传统市场其实找得到的宝贝，那就是根茎类蔬菜，特别是像芹菜根或者是牛蒡这类的食材。这些深埋在土里的根部吸收了大地最精华的矿物质，它们具备极强的解毒能力。很多人误以为排毒就是要断食，要喝那些奇怪的排毒水。其实，真正的排毒是让你的肾脏和肝脏有足够的动力去运作。
这些根茎类蔬菜含有丰富的钾和硒，硒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微量元素，虽然需要的量不多，但少了它，胶原蛋白就没有弹性，像断掉的橡皮筋。现在，我把今天讲的所有重点浓缩成一个简单的一日养肤计划，让大家回家就能做。早餐，一碗温热的地瓜粥，配上2瓣醋蒜，这给了你稳定的血糖和胶原蛋白保护所。午餐，炒一盘红萝卜丝与红椒，加一点肉丝，并加入生姜提味，这是在修复血管病，提供充足的维生素 C。晚餐，蒸一个甜菜根马铃薯沙拉，不加美乃滋，加点橄榄油，再来一碗洋葱韭菜汤，这是在帮你做晚上的深度灭火与修复。这个计划的核心原则只有一个：色彩多元，原型食物，不要再去算什么复杂的热量，只要你的餐桌上有红的、紫的、绿的、白的这些天然蔬菜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得到它需要的原料。这不是要你一下子改变所有饮食习惯，那样太累了。你可以从明天开始，先增加1-2样我提到的食物。当你开始感觉到早上起床不再那么口前舌燥，皮肤摸起来不再那么粗糙时，你就会有动力继续下去。记住，你的每一口食物都在决定你未来3个月的脸孔。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，而你绝对值得这份投资。说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句心里话。身为医生，我看过太多人追求快速的效果，打针、动手术，想要一夜之间变年轻，但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灵性的，它并不需要我们去强迫它改变，它只需要我们去爱护它，给它一点点耐性。胶原蛋白的流逝虽然是自然规律，但身体治愈的力量同样也是自然规律。只要你愿意从最基础的饮食开始，给身体正确的材料，它就会慢慢的回报你。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负担。健康和美丽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，而不是一种折磨。偶尔想吃点美食也没关系，重点是你的大方向要对。我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听到的这些小撇步落实在生活里。当你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你的心灵也会跟着变得平静和自信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，才是任何高级保养品都买不到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启发，请一定要分享给你的家人、你的好姊妹，或者是你在意的朋友。健康是最好的礼物，能跟爱的人一起健康到老，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别忘了，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请一定要按一下订阅按钮，这样我们以后就能常常在荧幕前见面，聊聊天，一起学习怎么过得更好。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也谢谢你们愿意为了自己的健康踏出这一步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气色红润。我们下一次见面时，希望你已经感受到了身体的神奇变化。再见。